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acher Rocky。我準備製作 MG 版本1:100嘅沙薩比模型，因為紅色嘅沙薩比好多朋友都整得好靚、好精緻。突然之間諗起，不如試下改色啊！喺諗緊改咩色嘅時候，諗起當年有一套模型嘅組件係渣古白狼紅彗星嘅外形，但係全身灰白色，好靚，好有另外一種世界觀。喺為模型改色之前，我希望感受一下佢白色嘅氣氛係點樣嘅。所以喺開始組裝模型之前，我決定畫一張插畫去感受一下佢轉咗顏色嘅氣氛。我用嘅物料呢係 acrylic。首先我用畫刀、畫筆做咗一個底層嘅氣氛。底層顏色乾透之後，我用粉彩筆同埋泥擦膠去起稿。用粉彩筆起稿嘅好處就係可以作無數咁多次嘅修改，因為佢係一個粉嘅線條喺畫面上邊，只需要用掃描用嘅泥擦膠就可以輕鬆咁樣吸走白色粉末嘅線條啦。起好線稿之後，我哋就落色啦。首先我用 gel medium 啦，同埋 liquid 嘅 acrylic 做一個簡單嘅基礎層次感先。開始嘅時候呢，我係由中間色調開始做起嘅，然之後就加深或者推向更光嘅層次。其實當中間色調同埋暗位做咗出嚟之後呢，成個結構立體感已經好明顯。當基礎嘅暗位處理好之後呢，我哋下一步就係做機體主色調白色嘅部分啦。我哋喺開始嘅時候呢已經做咗基礎嘅整體氣氛，所以我哋只需要呢由中間色開始，慢慢調光佢，咁就可以做到成個機械人嘅立體感啦。
改咗白色嘅沙薩比，細小配件嘅部分，我決定用紅色。出現紅色嘅地方唔需要太多，反而咁樣先至會夠焦點。畫緊畫嘅時候，如果需要停一停，我哋可以用保鮮紙噴少少水，覆蓋住顏色，咁就可以保濕啦，又唔會浪費咗啲顏色。Acrylic painting 嘅方法，由深色畫到最淺色，高光 layer on layer， 一層疊一層，咁樣好快做到立體感。最後畫返裝甲上面夾縫嘅線條，咁就差唔多完成啦。嚟緊下一集 2D 變 3D 正式開盒製作沙薩比改色嘅製作過程，同大家一齊分享。希望大家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支持我做更多有質素嘅影片示範。拜拜。